片呢是天体运行的规律，所以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我们人生为什么是无常的，经常在变动的，因为我们的宇宙本来就在动了哈，都不是静止的哈，所以在这里或许生病出去吃，那五雄夫妇一看到说，哇，怎么少了一样东西呀？那这样怎么办呀？要出去买回来煮也来不及。他们两个就嗔恨心哈，这一对夫妻的嗔恨心就起来了。他说，这非要啊，这可能是哪里来的野猫野狗啊？这不来抓他哦，教训一下不行。那他们两个夫妻呢，就计谋了说，买了一条鸡腿哦，然后隔天来，台语说来等话嘛，所以他就隔天就把厨房的门窗都关好，只留一个小口小口，他们要抓到底是谁偷吃了他家的鸡皮这样子。那哈利当然他生完了妻子，他还是要找吃的，又跑来五雄家。看到鸡腿呢，他当然咬了就要马上走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五雄夫妇两个刚好抓到哦，就用那个棍棒把他棍棒打昏。可是接下来呢，这一对夫妇呢，就把母狗哈利呢，就把它丢到之后呢，他们在烧那个柴火灶，他们就把它丢进灶里面。哇，哈利这样哀嚎惨死啊！那可想而知，他的7只小狗怎么样？是。对，肯定活不了。是。可是呢，五雄夫妇呢，他们不当一回事。可是他们家的厄运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因为五雄家他有5个小孩，大儿子呢在开那个挖土机，二儿子在工厂上班，3女儿在加工厂当女工，4儿子大学1年级，然后第5个儿子呢，他在高中读高中。那就这一件事情以后的第7天，也就是农历的2月9号，他的大儿子在工作的时候在开那个挖土机嘛因为土质松软，就整个挖土机就翻到山谷下面，大儿子当场摔死。这样已经很难过了，还没完，再隔一个7天，也就是农历的2月16号，他的2儿子下班回来，不知怎么骑的就自己去撞那个树木，就这样子送到医院来不及，也走了。那3女儿呢，她在加工厂上班，因为感情的问题，自己服毒自杀。那可怕呀！哇，这个家庭他们的厄运有没有到此为止？没有。他第5个小孩，高中的第5个小孩，放学回家，不晓得哪里跑出个毒蛇，把他咬到第5个小孩，结果送医院也是来不及，毒发身亡。哇，这2个夫妻很无奈，很无助啊。他们此时的无奈跟无助，跟母狗当时被他们烧的，其实那种心情是一样的。那五雄的太太，因为接二连三的小孩子发生这一些事情，她心里好难过。结果她自己呢，也上吊自杀。所以这7口家本来是一个平凡和谐的一个家，怎么短短1个月内就走了5个人，只剩下五雄跟他的4儿子。那过了1个月，他去镇上，刚好那一天是农历的3月初3，刚好他们村庄的那个叫做雪天上帝的圣诞，很热闹。然后他就开始很难过，他难过就是说，以前的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全家都是很开心的在准备一些东西。可是今年他们全家却是这样的情形。那刚好有神女叫过来，他就跪在轿面前，他就跟玄天上帝哭诉哭诉说，弟子从来
熊讲说：“你伤害了8条性命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虎熊说：“哎，他回想起说他把母狗送到灶火里面去这件事情，他还记得。他说：我只伤害了1条啊，哪来8条？”那这个鸡桶就跟他讲说：“还有这个母狗因为肚子饿去你家找东西吃，你的心胸就真的这么狭窄？就这样为了一点点东西就把它这样子活活烧死？你知道他生了7只小狗吗？7只小狗因为没有母奶喝，也都活不成，都死了。所以你今天家里面所有的这一些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的性命，都是因为跟这8条生命有关系。要如何化解？哭啊，一直哭，虎熊就开始哭啦。这个鸡桶就说除非你得到他们母子狗母子他们的谅解原谅，你这一个冤业才能够消。那虎熊得到这个指示之后呢，他就马上备了香花烛火，去到小狗，他去找，还有看到那7只小狗的尸体，然后他就发愿，他说他要祈求狗母子可以原谅他，他发愿戒杀、永杀生、持斋、注印善书，还有就是他要造福邻里，做公益的事业，这样子。确实，他也在台东地区是这样子，开始在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他跟他的4儿子到现在还健在。所以因果，我们众生只看到果，不晓得因。所以众生百态皆有其因，命运轮转皆有其物。这个宇宙规律因果第3个。好，那么老子呢，他因为参透了宇宙的规律，所以老子跳出了2元对立，进入了合一。老子说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应该要效法天地宇宙，尊重自然，顺应自然，达到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。有生老病死，但却生生不息。各位之前看到最后一句，我们有生老病死，但却生生不息，这个要怎么样来理解呀？这要怎么样理解？我们都有读到“死而不亡者寿”，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话？因为生老病死是我们的自然法则，对不对？谁能跳脱这个？没有了有生，最后一个结局就是我们在佛堂不忌讳讲这个因为如果忌讳了，道理就没法讲我们就在佛堂是不忌讳讲生老病死所以有生就有什么？那为什么会生生不息？因为当我们的肉体死掉的时候，我们是转化成其他不同的能量来持续的在轮回，这个叫生生不息。所以老子说我们要跳出这个2元对立来进入这个合一。那这一小段后学是分3段所以这一小段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，就是出户跟窥有，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透过感官的方式去认知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人呢不能够只是仅仅的透过感官来认知，因为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，眼睛有时也会骗人，对不对？只有透过内在的清净无为，回归内在，用心灵去感悟，才能了悟真正的真理大道，做到知天下见天道。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。我们身上都有手机吧？可是 WiFi 我们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我们天天晒太阳，我们看不到紫外线。
这些都是看不到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能量，用能量的形式呢，我们身上都有一种频率，叫做频率。好比说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收音机一样，我们时时都向宇宙在发送频率哦。那我们这个电台，假使说我们只有900赫兹比如说900赫兹，那900赫兹它只能接收10个电台。那我们这个世界难道只有10个电台吗？不止。不止嘛，一定不是嘛。所以就是你能够同频的，你能够接收到的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能够匹不匹配，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道，也要我们能匹不匹配。今天我们很喜欢读《道德经》，就是我们的频率跟《道德经》有相近就是这个频率我们有办法去接收。否则有的人也是，他也会觉得，我不爱听啊，我就爱听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什么？一样的讲师，一样的硬体设备，一样的椅子，在这个频率，它能不能够接收到？这样子。那这里有一个假手实验或许找了一个最短的，因为这个实验其实它是从国外做的实验，可是你要完整一点，要10几分钟，或许觉得太长了。